诶，有点像，但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有斑点。因为那个手印呢就凹陷下去了，你看手印呢就凹陷下去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水果呢？就把那个环切树皮的那个部分把它包住，然后再加粘土，再用塑料杯加土把它包好绑好。经过几个月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月，再把它记下来，竟然是一棵新的，那个是柠檬树呢。